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3年11月初4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07篇第1节到第7节，33节到37节。约书亚记书第2章15节到24节。马太福音23章13节到28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为神之灾。真假假，咱昨讲到有关诈骗的问题，也讲到假先知、假教师伫教会内底做正的大问题，因为迄个亲像真的，事实是假，无论是怎样，伊就是拢是假。圣经甲咱讲，假讲的，都是出自迄个歹的。事实上，伫教会内底时常出现即种的言论，所讲的并毋是真实的内容。所谓就是讲，避重就轻啦，无去讲到迄个事实，闪避家己的责任。伫咱昨也讲到耶利哥城基路拉合，伊为着保全迄一位全能上帝的仆人以色列的探仔，却对家己的国家的官员讲了无真实的话，保全家己的性命，也要求探仔得爱保障因全家的性命。对拉合来讲，伊追求真理之道、真实的人生的方向，所以伊就选择协助以色列的探仔来离开来逃走耶利哥城。双方并且真诚立了誓约，将来伫夺城的时阵，要用红线来做记号，做得救的记号。圣经安尼记载拉合就用锁甲因对窗推落去，因为伊的厝起伫城墙，伊嘛住伫城墙顶。伊对因讲：“恁着往山迄边去，才免互追入的人拄着。伫遐密3日，等候追入的人倒来，才通倒转去。”迄2个人就对伊讲：“阮一定会照你甲阮救主的去做，毋过你着照阮的话讲做。阮来攻击这个所在的时，你着将这条朱红的绳绑伫你甲阮推落去的窗嘛着叫你的老爸老母、兄弟姊妹，甲你家族拢聚集来到伫你的厝内。若是有人对你的厝出去街路，互人杀死，是伊家己做得来，无阮的责任。毋过伫你厝内若有人互人杀死，这个罪就归伫阮。总是你若老摄阮的行踪，你甲阮救主的就甲阮拢无关系。拉合就答应因。然后送因离开，伊就用朱红色的锁绑伫窗迄2个人就去到伫山里，伫遐密3日，等候追入的人转去。追入的人沿路找因，嘛找无。迄2个人落山过河，到伫伦的囝约书亚遐。对伊报告因所拄着一切的事，因阁对约书亚讲：上主真正将迄个地拢交伫咱的手，迄所在所有的居民，一个听到咱，拢惊甲破胆。法利赛人经学士常常掠做家己是义人，认为家己才是上帝的代表人，天国的掌门人。耶稣基督批评因安尼讲着，
假好的经学师甲法利赛人，恁惨啊！将天国的门关起来，毋互人入去，恁家己毋入去，连要入去的人嘛毋互因入去。一个主动别人进入伫上帝国的人，怎样会当得到上帝属天的祝福呢？怎样会当称作上帝的子民呢？法利赛人不但是阻止人进入上帝的国度，甚至佫陷害人，成做地狱的囝。耶稣基督提到着7件有关伪善的灾难。伊讲：假好的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，恁惨啊！恁为着互一个人改装入教，天边海角行透透，迄个人入教了后，恁煞互伊变成做地狱的囝，比恁顶辈会歹。凄迷的川路啊，恁惨啊！恁讲人指着圣殿咒诅无准算，毋过若指着殿内的金器咒诅着手，恁这会动狂佮痴迷的人，倒一项较重要？是金器，还是金器成做神圣的圣殿啊？恁佫讲人指着祭坛咒诅无准算，指着祭坛顶的祭物咒诅着爱守。恁这个痴迷的人啊，祭物还是互祭物成做神圣的祭坛，倒一项较重要？所以人指着祭坛咒诅，就是指祭坛甲迄顶面所有的祭物咒诅。人指着圣殿咒诅，就是指着圣殿甲踮伫迄内面的上帝咒诅。人指着天咒诅，就是指上帝的宝座甲坐伫迄顶面的上帝咒诅。假好的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啊，恁惨啊！因为恁念香料、薄荷、八角、茴香啊，拢献1/10互上帝。若发出重视的正义、仁爱甲信息，恁颠倒忽略，这才是恁应该实行的。顶面遐个嘛毋通忽略。恁这个痴迷的做串路的，一只细只盲虫，恁拢甲伊离出来，落倒颠倒规只甲伊吞落来。假好的经学教师啊，甲法利赛人啊，恁惨啊！因为恁将杯甲盘的外面洗清去，内面却缀满贪欲甲放纵。恁这个青昧的法利赛人啊，着先甲杯内恁洗清去，外面自然就清去。假好的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啊，恁惨啊！因为恁亲像擦白白的网，外面好看，内面却缀满死人的骨头甲逐项的污秽。你嘛亲像安尼，外面互人看做义人，内面却充满假好甲不法。基督徒应当爱诚实啊，诚心实意来敬拜上帝。因为耶稣基督甲迄位伫古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人讲，阮敬拜上帝是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。无诚实敬拜上帝的人有灾祸啊！因为上帝是至善，用伊永远的慈爱来疼人，所以人着爱用诚心实意来敬拜伊。诗篇107篇第1节到第7节，上赞上帝至善，恁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，伊的慈爱永远存续。
上主所救赎的人，伊对着的手中救赎的人，对逐国、对东、对西、对南、对北，所住即个人拢着安尼讲。因伫旷野偏远的路流浪，找无通城徛起，找无城通徛起。因夜枵夜水嗲，因的心神昏去。因伫苦难中哀求上主，伊就解救因脱离患难。伊带因行正直的路，互因到通徛起的城。33节到37节。伊互江河变成做旷野，互水泉变成做大色的地，伊互肥地变做咸地，这拢是因为徛起伫遐的人的罪。伊互旷野变做水潭，互大地变做正做水泉。伊互妖恶的人踮伫遐，互因起做城通徛起。佮种植田园，栽葡萄，得到丰盛的土产。求主帮助阮，成做一个诚心敬拜、用实意来听人的基督徒，无互阮学习。我哋世人爱牙关家己自家己骄傲，互阮学习谦卑，听人敬神。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